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阿貓啊。咁啊，今日 AACat 嘅觀眾有福啦。咁啊，同大家講一講阿貓嘅2026心水股係啲乜嘢先？就係603131重工啦。咁啊，上市嘅時候咧，好多人都會去抽嘅，因為嗰陣時比較大隻少少，成千億市值上市。喺嗰陣時嘅招股氣氛嚟講咧，算係幾唔錯嘅。但係上咗市之後咧，發覺咧佢上兩棍，跟住咧就跌得好誇張。但係仲要咧個業績做得幾唔錯，都跌喎。咁所以後段咧就好多人就冇留意呢隻股票嘅走勢係點。但係截至而家為止咧，其實隻股票咧已經破咗佢上市嘅時候嘅高位啦。咁啊一陣間同大家去回顧一下呢隻股票發生咩事，點解係今年阿貓嘅心水股。咁啊，先講一講呢個板塊發生咩事先。其實咧喺過往呢一年咧，重型機械嘅股票咧，其實係升得非常之唔錯嘅。咁啊，例如可能2338嘅濰柴動力、1157嘅中聯重科，甚至乎3808嘅中國重汽都已經破頂。咁但係你見到咧6031咧，其實係咁多個重型機械公司入邊嘅市值咧係最大嘅。咁我哋比較一下究竟同類型嘅板塊先。喺同美國或者日本上市同類型嘅重型機械公司咧，其實31重工咧係全球排第3嘅。咁第一咧就係 Caterpillar， 咁啊2萬幾億市值，我相信大部分買咗美股嘅人咧應該都有聽過呢一間公司㗎啦。咁第二間公司咧就喺日本上市嘅，叫小松製作所，咁啊大約2000零億市值啦。咁啊第三咧就係31重工，所以喺個賽道嚟講咧，其實佢嘅市值係已經超過晒頭先啱啱所講上市嘅公司，無論係規模上都係嘅。咁但係咧，你見到喺個AA Stock 嘅網站入邊度睇到咧，其實呢間公司嘅市值咧，好似係得180零億嘅啫。但係其實係錯嘅，因為咧，其實佢真正嘅市值咧係講緊成2000幾億市值嘅。因為點解咧？就係有部分嘅股票咧，其實係未解放出嚟嘅，即係話咧，佢可以喺個市場上面嘅流通量咧，其實係偏低嘅。咁因為點解我會話偏低咧？就係佢個總股本咧，其實係90零億股本，但係佢真正嘅流通嘅股本咧，其實係得7億。咁一隻基金股票嘅角度嚟講咧，其實呢間公司本身個流通量嘅市值咧已經好低啦。再加上咧，其實佢已經喺前排嘅時間咧已經納入咗北水，咁所以隻股票如果行起上嚟嘅時間咧，係會行得好急嘅。咁所以咧，你見到咧近排咧上咗21個零之後咧，佢就係咁飆，甚至乎上咗第一日最高第一日上市嗰個高位之後咧，佢就一飆到上25個幾啦。咁啊，呢一間公司咧，無論係一個基本面，甚至乎佢上市嘅時間咧，其實都係冚，甚至乎佢上市之前咧，其實都有啲比較大間嘅基金咧，係有做呢個基石嘅投資者，甚至乎係持有呢隻股票喺手添。咁所以咧，據上市嘅21個3嘅上市價嚟講咧，其實而家25蚊咧，都係一個可以考量再觀察嘅一間公司嚟嘅。咁啊，希望2026嘅心水股可以俾到你603131重工。係咁先，拜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 Anna， 揾唔到人同你一齊交流投資心得，又想直接同專家主持互動 ，AA Stock 推出嘅 AACat 貓達人金融等你可以同時社交同埋投資。大家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 下載 AACat 應用程式，登記嘅時候輸入我嘅推薦碼，可以獲取額外嘅 mail 金幣獎賞。